台中火车头伫这个月13有一场印尼移工伫车头的广场原街烧拍，有人提出刀仔，现场的民众是惊甲拢先离开。警方是表示讲有4个移工受伤，会来看监视器的画面抓人。一场移工烧热化休，其中一个人敢若举刀仔，真侪民众看到这款的情景，赶紧走闪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，去冲突的一群人已经散了，也毋过有4位移工受伤送医。8月13下晡4点左右，民众看到这群移工伫台中火车头前的广场互相化休，甚至举刀，引起民众的惊吓。从那个楼梯这样冲上来啊，然后他是后来有亮刀，但是没有拿刀攻击，但是有打群架的一个现象这样。目击的民众表示，过程敢若几分钟，毋过迄天是休困日，人真多，地点搁伫火车头，增加旅客的风险。一定会吓到，而且一定会离得远远的。对，因为很害怕他去伤害到我们。因为这边是人潮聚集的地方嘛，来来往往的那个民众非常多。那你一旦亮刀的话，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场面。经过了解，两派的印尼籍移工敢若进前就有纠纷。8月13迄天，两边的人马搁伫咧火车头烧灯，讲袂好势就起冲突。警方目前调监视器咧找人。火车站那边本来本所就有列入巡逻，现在在巡查，所以当然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还是会再加强我们的巡查的力道。警方表示，会搁加派警察来加强巡逻火车站的4个位仔，也搁有站方的通报机制，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度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